不可为人，事不立桩，不能成业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无想要安怎，我只是讲吼，互你请一杯烧酒就会使。请就请，就算讲我报答你饲我遮尔大，头家，互伊一杯酒。金妹啊，我看你是啉了袂少呢。啊是讲嘛咧奇怪咧，我哪会毋知你当时会晓啉酒嘛？啉就啉啦，莫讲我一个废话啦。啊！你赶一卡白手是要去倒啊？是毋是要离开迄好家人面斗？你是讲煞袂？我就算讲今仔离开哦，嘛拢互你害啦。哦，啊那安尼讲，用饼甲你回息咧，来干杯。金妹啊，啊你愈来愈水呢。你莫对我卡来手来哦！我甲你讲，伫这所在哦，若避免起来，大家拢真歹看。好，那呢，咱两个来啉酒，庆祝咱爸仔嫁中王。来啊，啉啊！来。哎呦，姿势阁袂歹呢。金妹啊，金妹啊，金妹啊！创啥啦？嘿，我看你啉烧酒醉啊！你若讲我来醉啊，我来休困者。安尼讲无醉，会实在有影。先生，你甲伊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伊的老爸，伊是我的查某囝。哦，你对中哪人个怎啊？哦，啉够济啊！我看吼，你也带两个好啊。啊，真的哦。嘿，金妹啊，金妹啊，好啦，行啦，我扶你转来。不爱倒的啦。哎呀，你啉烧酒醉啊，阁无爱转行不啦。爱啦，唔爱啦，不爱倒的啦。啊，啉甲醉不爱啦，行啦。我袂陪输，我袂陪。我掉啦，你行啦，行啦。我袂倒的，我袂陪你啦。啊，我带你转来啦。我袂陪。美娟，阿爸甲阿母的年岁拢已经遐大啊，因吼拢希望会当早一日抱孙咧，啊你感觉？美娟，我已经找到头路啊呢，我即摆会趁钱啊，咱有收入啊。
你敢愿意替我生几个囡仔，阿爸甲阿母早一天会当抱孙，好无？美观。到厝啊啦！哎呀，你阿放开啊！嘿，啊，袂啉阁爱啉，啉烧酒醉哦。金妹啊，啊你煞愈来愈水咧！阿爸自细汉就知影讲，你大汉了后一定愈来愈水，一定是一个大美人的。阿爸食久无好好甲你照顾者，会暗哦，阿爸就好好甲你疼惜者。kim妹，你唔错，我是阿爸咧。你这正是，你别个对我做这种代志！讲我这阿妹啊，吼，安尼3更半暝啊，嘛唔知走去倒，啊唔敲一通我电话转来啦。哎，安尼，咱大家安尼替安尼咧烦恼，烦恼到袂食袂困去，连一个地都去砸掉。其实，等身躯也无早钱，嘛唔知有食饭无，嘛真唔知伫倒位咧困，万变人拄着歹人，看要安怎啦？真要烦恼死我。今仔日是你头一天上班，做代志就要较认真、较注意的，爱互恁头家一个好印象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感觉阮总经理吼对我印象足好的呢，我一定认真打拼，吼。好啦，应该出门啊，较谢你哦。好，我知。阿母，我要来上班啦。免歹势啦，看你安尼吼，我嘛足欢喜。阿母，我要买菜啦。阿红啊，你怎么给我猜着我啦？阿红啊，你怎么给我猜着我啦？你倒，你家啦，怎么给你家啦？倒，你家啦？因为才人哦。你点遐济？
你敢是跟金梅交涉？系啦系啦系啦。啊，即摆人伫内底。好，我即摆当入去来看未？会使，但是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去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你家己要紧无？好佳哉，恁养爸啊吼，敢若着伤尔无死啦。阿妹啊，你哪会要杀恁两爸啊啦？好个，安怎啦？你哪会搁咧问这啦？拄则警察毋是甲你讲过啊？你搁问这要创啥？阿妹啊，你放心啦，恁阿爸吼一定会甲你请一个真好的律师。拄则吼，人警察先生嘛有讲呢，伊讲这桩代志吼，其实唔对的人是恁养爸啦，是讲吼，伊敢若着伤尔无死啦。啊，警察先生嘛有讲哦，伊讲你会做这桩代志，其实吼嘛是为了要保护你家己，所以不得已才会举手敢若甲伊插啊。法官吼袂判你真重，无得甲会判你无罪哦。我敢若受伤，受伤呢？有一刻就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可了苦。我敢若受伤，受伤呢？哎呦，阿妹啊，唔好你家仔甲着伤尔，人无死，若死，下你也唔快真久，你知你硬戆戆呢？我就是爱伊死，我就是爱伊死！阿妹啊，咩代志啊？那我要打碎声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开碎声诶。好啦，歹势吼。较认真咧吼，来你坐。阿妹啊，你莫遐激动啦！咱拄则警察就有甲我讲哦，伊敢若甲你咪过想尔，无甲你，你莫遐激动啦吼。你敢知影？这已经不是头一摆。啊？自伊收养我迄天开始，伊就对我卡来手来，我就惊看到伊，我甚至希望日头拢莫落雨，因为只要天黑，伊就走来我的房间，然后就对我。你敢知影？我今仔日会变成安尼，都亲像恁讲，我无家教，欠人家事，因为伊予我的家教，毋是头，就是手。假使我若无偷摕半项物件转去，伊就假死我，就拍我。我嘛就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有爸母疼惜我。我嘛无希望互人看袂起。行到倒位，拢互人讨厌。哎呦，阿妹啊，无人讨厌你啦，最少你还有阿妈，还有恁阿爸疼惜你，吼，唔通艰苦心嘿。嘿啦，还有阿爸，还有阿妈咧啦，阿爸甲你保证，你绝对会平安无代志，吼，阿爸甲你保证，吼。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是安怎要对我遐尼好？而且我伤害恁遐济摆，恁唔免安尼对待我。请你看我清楚，我是干净的，
唔是你逐工思念的周文英。无唔对啦，你唔是周文英，你是简金妹，就是因为你是简金妹，我唔才要甲你认做假查某囝，你知影唔？阿梅啊，我一直拢甲你当作是简金妹，我从来都唔捌甲你当作讲你是周文英呢。过去吼，阿妈对你管教，其实阿妈是不忍心看你讲这么少岁，啊，就来断送你家己一生。有当时啊，阿妈嘛发觉讲吼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囡仔，所以阿妈唔才会甲你骂，知无？唔是讨厌你啦，吼。其实你在骂我的时阵，我就欢喜的，迄都表示有人真心的关心我、疼惜我。阿妈，梅啊，阿妈。大哥，总经理，你来啊？陈秘书叫我直接你来找总经理报道。台志中，你今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特别助理。你的办公桌有伫遐？总经理，你是讲？我是讲，这间办公室讲我甲你一家尔，而且我所有的代志你拢要替我处理。你徛伫遐创啥？迄个陈秘书啊，伊会将你应该做的代志拢交代互你。啊，是。有一刻着压力哦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阿爸，啉茶啦。袂乖啊，你是会真乖。啊，做人的媳妇哦，头一天透早起来就无用气吵，你是会真捌代志。阿爸，就算讲我毋是当家的媳妇，我是你的查某囝啊，做这代志拢嘛是应该。真好真好，恁阿福伯啊吼，甲文英阿姨，甲你教了真好，互你真捌代志。你阿爸在遮吼，安尼上好啦。美官啊，你过来，阿母会甲你讲。美官啊，这吼是你结婚的红包钱啦，吼，拢在遮啦。也毋过吼，这礼金簿仔内底写的吼，9点的，还阁差万外箍啦，迄恁阿爸摕去啊啦。你若欠用钱吼，要找恁阿爸啦，甲我无关系哈。阿母，不要紧啦。我嘛知影你一定会讲袂要紧啦，伊是你的阿爸呢。假使伊若要甲你摕钱吼，你嘛一定会互伊啊。啊，伊若一定要甲钱吼摕去救这个简金妹吼，你嘛无话讲啊。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小囡仔，我明明就无体啊，你是哪要玩弄我啊？无体，咱规家伙仔嘛才4个人啊尔，啊毋是你摕啊，阁谁摕哈？建昌啊，我嘛有予你机会哦。你若家己甲钱摕出来吼，我就无要甲你计较。我嘛袂甲美官啊，阁志中讲啊。也毋过到即马吼，你钱阁无爱摕出来，安尼你哪会当怪我哈？你哦，迄钱要安怎用吼？你对你的查某囝交代啦。你竟然讲袂出声啦你！啊你代志吼也无查清楚，啊你就咧玩弄我，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嘿，陈建昌啊，你莫伫对我大细声啦，迄钱也毋是我的啊啦，你甲你查某囝讲好就好啊啦。好啦，阿爸，莫阁讲啊啦。
莫讲，我明明就无体啦，你是要冤枉我，要侮辱我啦！行行，我进来要哭啥？好啦，阿爸，气死我了！行啦。气死我！你敢气死啦！莫气啦，赶紧困啦，好无？美款啊，遐红包钱哦，阿爸真正就无体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啦，我知影你无体啦。不过阿爸，你等莫搁甲阿母冤啊无？就毋是我要甲伊冤啊，拄则你嘛有看的，哈，迄明明是伊无你出头嘛。阿爸，代志过得准拄线，你是查甫人，莫甲阿母计较啦，你毋是就过啊？哼，你我已经禁忌30年啊啦，谁来伊的个性无，即点仔改变就拢无啦。爸，恁两个安尼，我夹在恁两中，我是要安怎做人啦？我要为你忙着，要替阿母讲话忙着。阿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替我想看卖下好无？闭关啊！阿爸，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。